谢主。在最近疫情延烧的同时，我们却发现意外的看到人类工作的停摆，大地也有喘息的机会，我们的空气品质竟然都变好了。感谢主，求主继续帮助我们重新产生对上帝敬畏的心，使我们更有智慧调整我们跟自然界、跟万物之间的关系。求主充满我们，愿主的荣耀作为彰显在这地，医治这地，转化这地，带来复兴。我们一起再唱这首诗歌，赞美你的神。主感谢你创造了土地，你永恒话语从小无限生命，用恩典的心向气息祝福着你，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着你。主的日记，感恩的心情，现在都是愿。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自这里，痛疾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里。用恩典的心向气息祝福着你，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用无数个白昼黑夜孕育着你，创造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是愿以基督。
你尊荣的生命，为你而站立。我们这时候做一个祷告，谢谢耶稣，主啊，让我们不看现在所处的环境，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我们幕后有指望的那位，你必能使咒诅变为祝福。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医治这地。灾难不会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愿你的爱使我们更合一。即便我们经过死荫幽谷、黑暗痛苦，我们也不必动摇。求你叫我们在这瞬息万变的世界，叫我们怎样数算你的恩典，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爱我们。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这是我们的敬拜，愿主悦纳。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信奉爱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诗歌，把我们的心能够被敞开。谢谢信奉爱的带领的敬拜。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每人给当山卡嘎，你把那多吗？我来给我给当的你来给。我主求你保守我的意念上。是我能够
天上的父神，我们敬拜赞美你。主啊，你的名是配的、高举的，我们称颂你的名直到永远。谢谢耶稣，你爱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位分是何等的福分，成为你的儿女。你的爱长阔高深，没有人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谢谢你，也让我们今日在你面前领受人们的恩典和祝福。也求你特别恩待没有来到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有疾病，或者是还在面对工作的。求主啊，求你坚固他们的信心，不害怕，不畏惧，面对目前的情况。是的，主啊，在这样面临这一次的新冠病毒，而让人们心里不安，或者是被居家隔离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安慰他们，并赐下平安的灵在他们当中。也恳求主将最大的鼓励、信心跟智慧赐给中央疫情中心的每一位官员和医疗团队们，使他们的信心更有盼望。谢谢主耶稣。主啊，也恳求你恩膏在今天分享信息的高师母，透过高师母的头，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丰盛，从你的话语来光照、更新、改变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前往恭敬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在这个时间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一颗敞开的心。谢谢主，将以下时间交在主手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干嘛呢？请坐。这个时候我们翻开，这个时候我们用坐着来诵读使徒信经。我们用华语的来念，我信我信上帝全能的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恩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通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好，这个时候我们翻开我们的周报，报告卡多多，该要人的修改，华灯插座周报。下个礼拜5月3号的主日，我们分成2堂。都是阿布达翁努维达阿吉拉埃阿海5月3号，yarakuno Amis, yarakuno Orang kapan kita. Amis 8点半撒班，你斯里埃及高秀美长老，你斯仙埃及林真金执事，你招待埃及黄敬山弟兄，敬拜赞美第4组，你斯奇奈努怀母一堂及詹信贤投影片及真明妹，音控及书画艺。华语堂10点半开始，主理者我们的牧师刘阿春，以斯利埃及黄宝仪执事，以斯仙埃及桂梅执事，招待及
慧琪姐妹，敬拜赞美参孙主，我们诗琴那一起陈嘉玲，我投影片及徐思莹，音控及江木生，巴嘎巴那给大下个礼拜的紫州长老，吴秀香长老，那下面儿主的是暂停是一定哩巴嘎巴那给大那都没有，不对，5月3号下个礼拜的服事儿童主日学，我短讲一个白老师我值日嘉玲奉献给刘公民，陆小学部一个白老师幼幼班嘉玲姐妹，助教一个肉佩文，巴巴那，松年的到时候会长会顺道来报告。过年5月2号星期六8点，我们在教会开始练母亲节的献诗耶利米7点半，生命的彩色，请师母以及观众爱安阳，巴巴那单单在2楼。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周间礼拜，星期三还是我们暂停一下星期三暂停周间礼拜。那5月1号礼拜5刚好碰到劳动节，劳工请问师傅还也要放假，他是投劳保的，所以我们这个时间祈祷会我们暂停，要不然一旦我们看旁边的奉献，上个礼拜4月19号的奉献，报告总了就好总 total 是51852，51852奉献收入在上个礼拜。那以下的名单就自行参阅。那这个公祷日的奉献名单在后面，它没有放在这里，也让后面在公布栏张贴，巴嘎巴那给他下面就是上个礼拜的一个我们主日正道的一个摘录，巴嘎巴那给大家有空，我们慢慢的来看，慢慢一个字的来读，回想一下上个礼拜分享的修香长老所分享的信息。弗利汉道的周报，我们来翻阅后面教会消息。首先我们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是不是有的话，我们欢迎他可以自我介绍。应该有的，应该有的。那个高师母的妹妹，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我是师母的妹妹，感谢主让我有机会来跟你们敬拜神。结婚了吗？结婚了。感谢主，也是祝福你的家庭。好，她是我们今天分享信息高师母的妹妹，亲妹妹。好，那接下来报告第一项，本周读经进度是在马可福音的第3章、第4章如果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也来后面也来第2声，不错。上个礼拜也考试件，第2过来那么，第2声都很不错，上不了看你个巴老师很不错，所以有空可以到后面来拿那个可以阅读的那个填空题第2点是今日非常感谢高叶兰师母的正道
分享真理，传递神的爱，愿神赐福你的一切服事工作顺利平安。第三个，我们的牧师刘阿春今天跟中委会来高雄主持和圣美教会跟高雄中会3一教会缔结伙伴教会礼拜暨签约仪式，我牧师今天早上把它搬来给大家，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为这样的一个行程，那牧师跟仪式做一个祝福的祷告，让他们都一切顺利。那第4点，下个礼拜日5月3号主日会后，我们召开长执会，请长执同工刘度参与这个会议。加兰诺萨多本会因应武汉肺炎相关措施如下：阿西谈都那边那多马说过年后，我们进来我们要戴我们自己的口罩。在招待处里面要自动的来叫我们的招待员帮你喷洒酒精、量体温，以防万一。一旦咱遇到啥嘞，个改善，我们要配合如果说在这一段时间大家有身体状况不舒服的话，你的体温超过37.5。那就要自动的回家休息不要勉强自己居家隔离。如果你的家人有出国的，也希望萨利嘎嘎要主动的来说明为了大家的健康那最下面肢体消息，请为年长者、肢体弱者为遇困境患难的家庭提名代祷，求主借助信心有力量胜过难处在你主耶爱情书建人，你修养爱安西谈都那都阿玛给ngangan nanay marari kita apa sama diturun to diremnara kapana kitanan。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诵读本周的经文经句。本周的经句是在利未记20章26节。西分一单，我们一起来念7。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子民。你要明明公明，那么他们在7，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利未记20章26节。好，我们来翻开圣经。利未记20章22节到24节，我经节准备他今天的分享利未dosa puluh erak putusa tanasa dosa puluh erak sepat tusir。利未记20章22到24节。阿西本和阿波多诺阿密斯，因为马和堂提到我先念母语的，就利未记dosa puluh sepan dosa puluh erak dosa tusir tanasa dosa puluh erak sepat tusir。Pasal 22节，urasaka urasusuk enamo maimerko riket atau dimebot ako maamin. Ta liren aku kamu pacumot tuya kanan palagi sa ay ka laprat kamu. Pasan
agapi tulong kamo to pinangan itira-tira ay atako aro pinawalan. Uraraplapen ako kunini rumah pinagsasan. Ta mga ay kamu sumur itira. Makusik kako to tati ihay pinangan nantra sa世节。Maharap to kako niketun to soal tamuanan to sa papaliaw tura jihatsulay jiwanungay no orak mamat tangay aserato maru umah namo upapa tururin ako kamu tunini pala utapan kako o kawas namo saka para cisikan aku kamu to rumah-rumah kita tahira aja。那国语的部分，我们一起来诵读，看这个投影片我们一起来诵读22节这样说，来背起。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大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哈利路亚。Hadira ko jingun kita tuni asapakan. Yo tala ayaw ko ni pirayak katusuan ko cikau semu pada ayawan to amin. Para to ko salikata sa patunun ni musi takwanan sa kaisyaw hakawa ko cikau semu apa kita. Cikau semu 新族泰雅族人Dayan cikau semu ufa inai nengira ji赖安德牧师牧师我把inai nira包括吉兰金德赖安德牧师我把inai nira他都萨娃娃nira他有2个女儿大女儿是赖怡玲赖怡玲传道师我大女儿曾经有来过我们的教会来分享信息，前年还是前年去年，然后我年了大年传道师的，你爱读就该读的，kasahu nira pa inay murawawa nira itini新庄迦南教会副牧师itini新庄迦南教会副牧师kasahu你高师母Sakatusa awawa nira他有2个女儿，小的叫赖以竹，新西国小老师他是当老师的。棒娃娃高师母，当牧师这样子跟我说的时候，整外台湾上的我新竹老师，国小老师，Sakatusa awawa高师母，大因赖你高师母及赖安等牧师，因为得了肝病，前几年就离开了。这高牧师，这高牧师之前也有在新竹的梅花教会牧会，他都是高师母找了大家来给来这高牧师也新竹梅花教会牧会，那这高师母高叶兰师母是马拉新西埃及啦，从教职员退休之后，他就参加灵粮神学院的这样的你修进来的不进修进来的辅导修补课
修辅导课程及高师母他常常去学校来参加来演讲做这个亲子讲座及高师母来及高师母因为那一度那师母同你长完那一度，他常常去学校做这么样的亲子讲座给他。目前他的教会是新竹的梅花教会，他在那边帮忙做这样的一个服事，懂吗？应该懂是很不错的一个师母，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用很热情跟原住民的掌声欢迎高师母，让我们的心敞开，好好的听师母所分享的每一句话，好不好？我们原住民的掌声，啪一次就好了。请原住民的掌声。好，这个时候我们请高师母来分享信息。这个麦克风在这里有一点那个，因为习惯拿着，然后就在这里有点，我一定要立正了哈。可以吗？开了吗？好，这个要关吗？会影响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来到这里我感觉到你们很像是我们泰雅族呢，因为我去阿美族的教会以前在花莲住11年嘛。那我在阿美族有时候是去主权教会，有时候去真光教会，我看他们是我看他们是敬拜赞美，从外面就开始跳舞跳进来的，好像我看到的阿美族你们好像是我们泰雅族呢，是不是？因为师母是泰雅族已经被你们已经很像我们泰雅族了我跟我的其实刚才那个施惠者他在讲说高师母说，我也在找旁边哪里有高师母我姓高，我叫高月兰，但是我的先生是赖安德，所以他们叫我赖师母所以我是赖师母。但是呢，我更喜欢的是他们都叫我喇哇师母，因为我打样的名字就是喇哇，所以他们叫我喇哇师母那在部落里面，长辈呢，他们也不会叫我师母，他们会叫我伊娜是媳妇的意思，因为我是嫁到梅花村，所以他们会叫我伊娜这样。那今天我也很感谢神其实我蛮担心的是，因为你们是在都市嘛，是不是到了这个4月26号，你们已经没有在这里聚会了，要用直播了因为已经很多都市的教会几乎都已经是直播了这样。但是在我们山区，如果要用直播，这个很多对长辈来讲，他们会不习惯，到最后可能连礼拜都没有做礼拜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我们就要感谢神那我也很感谢神，从有这个疫情一直到现在，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我跑最远的地方我都在山上，我就尽量可以不出去就不出去，除非真的必要出去，我可能到竹东到竹东。像上个礼拜一整个礼拜我都没有出去我在家里，然后最多嘛就到山上去种东西能够不出去就不要出去这样那今天是第一次跑最远的地方这样好，我很感谢神今天。虽然我的牧师说，你怎么跑到阿美族的教会去了？我也曾经去过三美教会，基隆的三美教会分享过。那我跟我牧师说，我的牧师也是阿美族的媳妇，叫李威牧师，是于金福的牧师，现在是他的师母是我现在的主任牧师。那要去哪里，我一定还是要告诉他嘛。我说今天我要到樟树教会。他就跟我讲说，你怎么会跑去阿美族教会
最后他还是讲，就说对了，还是有嘛，因为我的女婿也是阿美族啊，就新庄江南教会林大伟牧师是我的女婿啊。其实讲到这个我这个女婿，其实我还是要很感谢神啊。其实我女儿2年前曾经来这里，在你们青年主日的时候，曾经来这里分享过啊。那我那个女婿，我常常会告诉别人说，其实他是上帝给我们家的礼物，好，因为会认识他，其实是我先认识他，那认识他也是真的是很奇妙哈，这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我很喜欢约翰福音3章16节，我觉得这个是希望数字嘛，好，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再来，另外有一层意义，就是我先生的生日就是3月16号，他就是3月16号出生的，所以他的生日3月16号，所以他过世已经11年了。但是我一直觉得他的出生也是很特别，他的出生刚好3月16号，然后这个经文又是我最爱的。所以有一年呢，我们参加那个原住民挑战特会到东海大学，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年轻人，他穿的衣服，这个胸口就是写3.16，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买到这一件衣服，他在哪里买的？所以我就跑过去，我就追过去，我就说，哎，请问一下，大会有卖这一件衣服吗？然后他也很有礼貌，在我前面就说，哎，他看到我的牌子，他就说，师母平安，这件衣服是一个长辈他去美国的时候在美国买送给我的，所以我说大会没有卖这个衣服，他说没有，就因为这一件衣服，他就很有礼貌的告诉我说，哎，我是林良神学院的学生啊，然后我是阿美族，我叫林大伟。就这么有礼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我女儿今年有考上你们那个神学院哦。我说那因为我以为林良神学院只有平地人，没有原住民，原来他们有原住民的团契。然后我说我女儿也要进去哦，这样。然后等到回家之后，我跟我女儿讲说，哎，我有碰到一个你未来的学长，我说长得还蛮帅的哦。他就跟我讲，后来就是3天以后，我们又到那个翡翠湾参加一个国度性的一个特会，哎，刚好他跟一个他的牧师坐在最前面，我就跟我女儿讲说，哎，就是那个，我说你的学长就是那个，结果那2个女儿就在旁边说，妈妈的帅哦，真的是不是我们年轻人的帅，他就这样讲，哦，结果呢，到神学院了之后。大概过了2年哈，我女儿2年级，她3年级的时候，她突然1月份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妈妈，你可以开始为我的婚姻祷告了吗？”因为我这个女儿哈，她真的是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她读音乐系，她读大学的时候，她就在学校推守贞运动，她真的是就是一直守着圣经里面怎么说，她真的就是这样活的一个孩子。所以呢，他绝对对这个男女朋友他绝对不会有那个越轨的那些行为。所以他到大学的时候呢，他就要在校园推那个守贞运动，守贞运动。结果他说同学都笑他说，我告诉你啊，这个全校园大概只有你是处女啊，就竟然这样跟他讲了。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还是坚持。然后呢，她一直没有交男朋友，所以后来她也告诉我说，我未来的另一半呢，我要跟神求，他必须是基督徒，然后是原住民，那当然她很希望是泰雅族了，最后还是阿美族嘛，就这样子。然后读神学院之后，她就1月份，她才告诉我说，妈妈，你可以开始为我的另一半祷告了。她就拿那个祷告手册为儿女祷告那一本，然后我真的就开始为他祷告。到4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妈妈，我可以带我一个学长到我们家吗？”结果就是我现在的那个女婿，所以我就说他是我们家的礼物。
好，是因为我先认识他，然后呢，他的人非常好，好，女婿呢，不管对我、对他的爸爸妈妈、对我的家族，真的都很有礼貌，所以谢谢你们给我一个阿美族的女婿啊。那我现在呢有3个阿美族的孙女，然后每个礼拜回来就在那边跳阿美族的舞给我看。因为他们在幼稚园，他们丹凤幼儿园是沉浸式族语教学，所以呢，他们就是每次来就开始在那边在赌萨赌，就是数数，然后唱歌，他们连防疫的歌也有唱成那个阿美族的，然后圣诞节的歌，老师也把它翻成那个阿密斯的歌，他们也唱，连生日歌都是这样的，都是唱阿美族的歌哈，所以很感谢神，所以我跟阿美族应该也有一点关系了哈。其实我在花莲11年每次人家看到我，他们都以为我是阿美族，他们说我的长相很像阿美族，有吗？他们说我是阿美族哈。然后因为照顾我大女儿，我在花莲的时候照顾我的大女儿，那个奶妈她是宜昌人，她也是阿美族的一个阿嬷，她也当我孩子的奶妈。在我白天在我家帮我照顾我的这个女儿原来最后就变成阿美族的媳妇了好，今天呢来到这里，其实好像是你们是设定是一个讲座那因为我想说今天这个还是主日的礼拜嘛所以变成跟以往就是讲座还是有一点差啦，因为讲座的话我一定是在那边。一定是在那边，然后大家互动嘛但是没有关系。我想说，今天我看到你们的那个你们是说好话、做好话、读好话嘛，所以今天我特别可能就是会后面的时候比较会强调怎么样去说好话好，那今天的主题呢是为下一代超前部署。好，那这个超前部署是最近我们常常都在听的，为了这个疫情，对不对？都有超前部署，也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先做一个什么样？有一些策略，让这个事情呢不要太严重，我们把它减到最低用一个成语来讲，就是未雨绸缪未雨绸缪这样那为什么要讲这一个用这个主题来讲呢？其实我现在呢会去国中去当志工，去做生命教育的一个课程那上礼拜去的时候，那个小孩子突然告诉我说：“老花老师，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手？”他就把手给我看，国一他就把手给我看，然后手上有什么？有什么？对，就是他只要一次的难过，他就割一条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当然他只有2条嘛，1年级，我就跟他讲说，哎呦，我说你爸爸妈妈看到会不会很心痛？为什么你会在你手上这样割呢？他就说，我跟你讲，我的很少呢。他就告诉我说，你去哪一班去看，他的手艺术品呢。他跟我讲说，他的手是艺术品不是像我的这样平行而已，他的是很像花，很漂亮他这样跟我讲。然后还有呢，当我在上这个防毒，然后自杀防治的课程的时候，他们比我厉害。为什么呢？我是按照课程来教他们，他竟然会告诉我说，老师，我来分享我的经验嘛。国一我来分享我的经验嘛，他就开始就讲他家里怎样，他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毒品然后什么时候有自杀的这个曾经有这样自杀的这个所以呢，我今天我就在想说，在我们现在担心这个，我们大家都在担心疫情，对不对？但是有一个隐形的疾病，心灵的疾病，是我们要关注的。好，这个是在一个就是在2020年4月4号《天下》杂志的一个新闻，一个文章，它里面呢就是讲到就是
台大他们那一年2018年的时候，他们学校就有4个人因为自杀死亡。台大哦，能够进到台大的孩子都是很聪明，对不对？可是呢，他们有4个，那一年他们有4个学生自杀身亡。然后呢，来到辅导中心投诉的，就是去那边就是被辅导的，也上万的人，然后他这里呢，这一篇文章里面又讲到，就说在台湾，台湾一年大概有200万人是受忧郁症侵蚀他们的心。然后2018年呢，自杀的人数大概有3万多件，所以我们台湾他们预估就是说，以后我们每一年为了要替这些人治病要花的费用呢，大概有1500万亿元，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字？可是我们呢，这么严重的心灵的疾病，可是其实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时候在山区的教会，他们还不是很重视这样一个心灵的疾病。我们看到的都是可能就是身体上的疾病心灵的疾病，其实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那为什么你看台大那个家庭应该都还不错，孩子也很聪明，可是为什么他们最后会选择自杀？而且他们是在他们真的是年纪他们的那个这个应该说是最好的时候，最有利的时候，可是呢，他们就选择结束他们的生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底下的，他写一个那个是《经济学人》，因为他有一点暗的看不到前面。然后这个呢，他们从这篇文章里面也讲到，就是同才之间、同学之间，他们最重要的议题，现在呢已经非常严重的，就是他们觉得最困扰他们的就是什么恐惧跟什么焦虑，也就是心理上的一个疾病。心理上的一个疾病。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心灵的疾病这么的严重呢？为什么这么严重？那就是因为他们什么心理的能力不足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抵挡我这件事情，然后让我呢就沉下去了。所以我今天呢就用这个主题，就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超前部署这样的一个议题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关注我们的孩子，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让这个孩子呢不要在这个我们在山上还比较好，就是我们所面临外面的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多。那你们呢是在都市，你们孩子看得很多其实我的孩子2个孩子小的时候也跟着我们也不是在山上读书，我们在镇上，竹东镇上，然后大同国小，它是新竹算第2大的学校。那我也跟我的，虽然我在那个学校当老师，但是我会跟我的孩子讲说，其实他们会看不起我们。这是有时候你会听到老师可能对你可能会有一些的看不起或做什么我说没有关系，你就做好给他们看嘛，你也不要被他们影响你不要被他们影响，因为他们常会说原住民怎么样。我说你不要被他们影响但是这个伤害会在他们的里面。我的大女儿就是其中一个案例她国小5年级的时候，她曾经在学校，她也没告诉我，她去参加那个校内的演讲跟朗读的选拔赛，她没有跟我说，她自己去参加，结果她2项呢都得第1名，结果得第1名就要代表学校参加
县赛，对不对？去参加全县的比赛。结果呢，底下的评审老师就说：“他是原住民吗？”就在我女儿面前就问那个主持的老师说：“他是原住民吗？”那个主任就说：“是啊，换人。”他直接告诉他说换人。结果那主任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她是高月兰老师的女儿。可是因为那一年我才刚到那个学校，那学校2000多个孩子，100多个老师，谁会认识你？然后他就说：我不管，不然如果你坚持，他说可是他2项第1名，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让不是演讲就是朗读，让他去代表学校参加。他就直接说好，那我不指导。”那评审直接说我不指导，因为他是要指导学生参加比赛的。后来那个主任坚持就是让我女儿参加朗读比赛的哈。然后后来那个主任就跟我讲说，那他不指导，那你回家呢你就自己指导你的孩子。那当然我有跟他心灵稍微跟他讲一下，说你不要去在意讲这些话的人啊。我以为这样就没事，对不对？结果呢，他读高中的时候，那个学校老师要他参加母语演讲比赛，他就说妈妈，老师说我要参加演讲比赛，是参加新竹县的。然后我就说，不然你就用中文写，写好了之后呢，我再帮你翻成泰雅语，你就背起来就好了，不是很会讲嘛？我说你就背起来就好了，这样。结果我一看到他写的文章，他的题目叫做原住民起来吧。然后呢，他的内容他就是在讲这个，我国小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他就把那个事情呢就讲出来，他就讲那件事情，从国小5年级到高中2年级还是3年级，我就在想说，原来这件事情他有受伤，他还记在里面。所以呢，他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然后他就要他的演讲叫原住民起来吧，意思就是说，虽然别人会看不起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呢就不站起来，所以我们要站起来。他就是讲这个，所以呢，这个在孩子的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一句话就已经伤到他的里面了。就像在我的教会，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啊。我们很努力的陪伴青少年，但是长老的一句话，他直接跟那个年轻人讲说：“你已经无药可救了啦，你不用来了。”他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在旁边，你陪了2年3年，他只要这一句话，他就告诉你说：“好，我走了，我不会再来了。”就是一句话而已。他跟他讲说：“你已经无药可救了。”这年轻人就离开教会了，所以我们讲话是非常非常的真的是很重要哈。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用这个经文对，等一下，我们先看一段影片好了，先看一段影片，我差点忘记有影片这件事了。好。这个是英文翻译，所以你看。Why do we have to go home anyhow? I wish we could stay up there forever. Yeah, that's a nice thought. Your mother said that she'd have my hide if I didn't get you back in time for school one day. Shoot. What's going on? Looks like you got a cracked braid in your Holmes. What's that mean? It mean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get much further unless we get it fixed. Let's see if we can get down to that farmhouse. Looks like you folks are having a bit of trouble. Yeah, tractor radiator rolled about a mile up the road. Maybe you can help us out. Well, let's see. Well, duct tape there in the shed. Oh, until you can get to a garage. There is one down the road about 30 miles. Good. Say, haven't I seen you somewhere before?
I don't know. I'm not around these parts, really. I know I've seen you before. Just can't place where. What's your name? Henry Brackton? Henry Bulldog Brackton, MVP of the 47 World Series? Oh, you jigger. I can't believe it. Bulldog Brackton right here in my yard. I still remember the home run you hit to win the series. I never saw a ball quite so high in my life. What the hell,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That has to be the greatest home run of all time. Grandpa, hurry, cook this funny chicken. What? The funny chicken over here. See, look. See, I found my prize hen, Tilly. Prize head. 2 years ago, my boys found an abandoned eagle's nest. All the eggs were cracked but one. On a lark, he brought it home and put it under one of our setting hens. That's where Tilly came from. Yeah, but she's an eagle, not a chicken. She ought to be out soaring to great heights, master in the wind, not sitting on the ground like a overgrown hen. What you say may be true if she were an eagle. But Tilly's always thought of herself as a chicken. She's always acted like a chicken, and therefore she's become a chicken. There's nothing anybody can do about it. Charles, 这个爷爷想到他小的时候， we already got all the pairs we need. You guys can have Henry. No, we've already got everybody we need. You take it. Sorry, Henry, we don't need you. Besides, you can hit a ball because I'm dependent on it. They didn't want me to play. They said I was no good. Do you believe that? Nobody knows your true potential except yourself. It's a matter of seeing what other people can't see and doing what other people won't imagine, okay? Come on, look up. A good ball player always sees where he's going to hit the ball. You'll never make a home run looking at the ground. Okay. How much would you sell that birdie for? Tilly? She's not for sale. But I think I know how I can make her fly. Oh, no offense, but I don't think you're right. Do it, right? She may look like an eagle on the outside, but at heart she's just a chicken. Not worth the effort. Well, please, you gotta let me try.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deserves at least one chance to reach their potential. Okay, why not? I figure anybody that can make baseballs fly the way you did just might be able to make a chicken fly. How will the funny chicken know how to fly, Grandpa? Oh, when she feels the breeze ruffle her feathers, sees the sun beckoning in the sky,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of her that tells what she really is. You're an eagle, not a chicken. You spread your wings and fly. Well, okay. You tried, and that's what's important. Now, next time, just aim a little higher. Right? Good job. Where are we going, Grandpa? Higher.
us ought to do it. Why did we come up here? Now, sometimes you need a better view of the goal before you can reach it. You're an eagle, not a chicken. Spread your wings and fly. Well, maybe the farmer is right, Grandpa. Maybe all she was ever meant to be is a chicken. Maybe, nothing. Coach tells me you're quick to the team. You know, life's not a coast down, it's a constant climb up. Every step we take should bring us closer to the summit of our expectation. If we continually reach higher and higher, ultimately, we'll be able to see where we belong. Where are we going now? Higher. Grandpa, it's longer. Oh, not much. Just step around this next bend. You are an eagle, not a chicken. You were meant to fly. Spread your wings and soar. The world will be yours. This is Henry Bulldog Bracton steps to the plate. Bottom of the ninth, bases loaded, 2 outs. The Yankees trail everything. In this, the 7th game of the World Series. That's what we're feeling in the Yankees right now. Bracton's performance hasn't been exactly good. Larson looks in, gets the sign. Bracton's only bagged 1/10 of the series, and definitely taking care of this one up. Here's the pitch. Swing and a miss, strike 1. Crowd isn't happy with that one, folks. Bulldog has struck out 9 consecutive times in the last 3 games. One more, and it'll be a new record. I just don't understand this strategy. They should have a pitch hit in there. Ralph, I agree 100%. Here's Larson's pitch. Fastball. Swing and a miss, strike 2. Well, folks, it looks like Bracton is testing the field yet again. Just one pitch stands in the way of the Dodgers World Championship. Now, Bracton's just not cut out for this kind of pressure. Here's the 0-2 pitch. Grandpa, look! He's flying! He's flying! How did you make the eagle fly? I didn't make her fly, Jennifer. It was her heart. She was an eagle all along. She just couldn't see where she belonged.好，可以了，谢谢。好，按到 PPT。好，从这个影片当中，我不知道你看了，你心里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好，这个影片其实我常常去看它，一个是可以提醒我们确认我们自己的身份。好，确认我们自己身份，我们基督徒，你是鸡还是老鹰？你是鸡还是老鹰？啊，从这个影片当中，啊，这个爷爷他为什么可以让这个孩子所谓的怪鸡，他觉得他认定他一定可以飞？为什么？好，是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爷爷小的时候他是棒球队的，啊，也是被人家笑的，啊，但是呢，他有一个很棒的父亲。他有一个很棒的父亲，在他旁边，在他受到挫折的时候，然后呢陪伴他、鼓励他、支持他。
所以他里面，所以他心里面他就有这个能力在他的里面。他爸爸呢，不断的就是给他怎么正向的鼓励，所以他里面有能力。当他看到这一只老鹰，你怎么可以跟鸡一样，一直窝在那边？因为这个老鹰的这个蛋，它也是跟鸡的蛋，母鸡一起孵的，所以他看到的就是像鸡一样。所以他虽然是老鹰，但是他却活出鸡的样子。但是这个爷爷呢，他觉得你是老鹰，你不应该跟鸡一样，你是要在空中飞的，你可以看得很高，你可以看得很远。那是因为爷爷为什么会这样认定？是他自己曾经是这样被鼓励的。然后我们再想想看，我们回到身份的问题，老鹰跟鸡当然差别很大，对不对？鸡是在地上走的，老鹰是在空中飞的。然后神要我们怎么样？如鹰展翅飞翔。也就是说，我们要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一只老鹰。所以你今天坐在这里，然后你再看到你的家庭，你要想到你是神的儿女，你这样的身份，我是老鹰，我不是鸡。所以虽然我离开我的家乡，我来到这个台北，但是别的什么身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要认定我是神的儿女。神的眼光怎么看你？神的眼光看你是什么？很尊贵的。所以你只要想到这样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说，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的爸爸最大，我天父爸爸有什么，我今天就有什么。所以呢，可能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可能我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跟我来到教会，或者是我的孩子可能有一些问题让我很伤脑筋。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表达我们对孩子的爱，让这个孩子觉得呢，我看到我们教会也有一些这样的，因为从主日学青少年带着他，等到他读高中的时候，他不回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从小这样带着你们，为什么你们后来都不到教会呢？他的理由是什么？我跟你讲我爸爸都是这样在教会的时候很像真的，可是回到家你不知道我爸爸怎样，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看到他爸爸这样，那你还去教会干嘛？所以变成他不去教会。我们教会很多的年轻人是这样子，很多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动作，今天你先想一下，你的哪一个你的孩子或孙子哪一个是现在目前让你真的有一点伤脑筋的？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阿们嘛如果没有的话，就感谢主。那如果我现在我有一个孩子，或是我的孙子，或是我家里的人，有一个人真的是让我很伤脑筋我每次都在劝他，他都不听我做，最伤脑筋。你现在就想一个，然后知道他的名字，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就很大声的说，你就念出你的孩子。像我的孩子就是大的女儿就是以琳嘛，以竹嘛老二以竹。如果我现在我想到的是我的老二以竹，当然我的孩子都我觉得都很感谢神圣，都很 OK， 都在教会服侍那我可以想到一个我的孩子，我就说以竹，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叫我就说你就找一个想一个现在目前比较让你担心的孩子的名字，然后你就念出他的名字，然后很大声的说我爱你，可以吗？就是例如我就说，我等一下我说1、2、3就要大声喊出来例如我就说以竹我爱你，这样可以吗？好，想好了那个名字好，1、2、3，以竹我爱你。
你在家里，你敢在孩子面前这样讲吗？你敢跟你孩子讲说我爱你吗？好像不太敢哦。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爱放在里面，我们爱放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孩子感受不出来，感受不出来。所以我们试试看啊！我曾经到一个山区的国小，刚好呢，那是母亲节的活动，啊，我也是无意间就这样就带着爸爸妈妈，我就说好，你哪一个孩子是你最头痛的？你先去想一个，就像刚才，他就讲我爱你。就我们活动完毕之后，我就参加他们学校的活动。原来他们学校安排一个大声公，大声公就是说那个孩子他们的学生才几个人嘛，就轮流都到那个大概2楼3楼的地方，爸爸妈妈都在底下，然后那个学生就拿着大声公就讲，就每一个孩子轮流上去，就对把妈妈爱妈妈的心，他就把他那一句话就妈妈我爱你，谢谢你每一天怎么样帮我洗衣服煮饭啊，怎么这样。结果爸妈在底下的回应是，有一个孩子说：“妈妈，我爱你。”他妈妈在底下的回应是：“好啦，勉强接受啦。”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这个妈妈，你爱不爱你的孩子？她很爱她的孩子，但是呢，好像在别人面前又不能说啊，我也爱你。其实我们在大堂的时候一起，他就已经讲谁我爱你了。可是，在底下他的孩子跟他讲说嘛我爱你，他就说好了，勉强接受了，就这样子哈。好，所以呢，好，那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在这个社会这么乱，然后孩子的心理他要面对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他们呢？我们看一下那个今天我们念的经文我们念的这个经文里面呢，那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这刚刚念过了，对不对？我们念过了那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最重要的一点神要我们做到什么？其实神现在虽然看到这个社会是这样的乱，可能我的孩子呢也跟着。其实我不管到哪里去演讲的时候，爸爸妈妈最头痛的一点呢就是什么？我的孩子很不听话啦，每天都在看手机啦。其实这一次的疫情，在美国湾区那一带，就旧金山那个矽谷那一带其实他们很感谢神是。以前他们过逾越节，他说孩子几乎都不跟他们一起过，都是大家都分散到各地嘛，然后可能各自在那边守逾越节。可是他说今年呢，因为这个疫情，学校没有上课了嘛，都在家里家里就是线上学习。然后呢，他爸爸妈妈也没上班了，都在家里。他说今年的逾越节真的就像旧约里面讲的，大家守逾越节是全家一起守。所以他就说，虽然这个疫情让人家还是会担心，可是他们也感谢神，就说让我们今年第一次全家在一起守这个逾越节。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再慢慢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神的应许是说什么？到最后，神的应许说，你们必定会承受那个什么流奶与蜜之地，你们会进入到迦南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是我给你们以色列百姓，你们会进去的你们会进去的，这是神的应许然后呢，你们到那里面，你们跟这些人，你们跟万民是有所分别，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是不一样，你们都是老鹰，你们不是鸡。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相信当时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是不是也给我们现在的？给我们每一个人，你们会进入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你跟那个外面世界的人是不一样的，你们都是神的儿女，你们都是老鹰，不是鸡。这是应许，你相信应许。你只要相信这个应许你相信这个应许，你就会这件事情就会成就。除非你不相信，你就会说什么怎么可能那个应该是那个在教会里面的人
可能才会进去。我们这个的没有啊，没有这个应许，这是应许啊。那但是呢，在前面，在第22节那边啊，你要得到这个应许，应许要成就，那它必须是怎么样呢？啊，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哦，这个好像坏掉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你必须要怎么样？第一个呢，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你要就是说，这个你要得到这个应许啊，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要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好，然后第二个他说，你到那个地方了之后，你不可以随从他们的风俗。那我把这句话带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啊，一样，我们要谨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第二个呢，我们不可以随从世界的风俗。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离开埃及地，进入迦南地中间，他们会拜偶像，然后要做什么牛犊啊什么之类，对不对？啊，这是神都不喜悦的。可是看到我们现在，我们的偶像是什么？我们的偶像可能是什么？金钱，啊，财富，手机，啊，听的，我喜欢听别人对我说的好话，赞美我，啊，或者是就在旁边，就是把我捧得很高，啊，然后呢，我看到的是我要有车子，我要有房子，我要怎么样，啊，然后手机，特别像年轻人就手机。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呢，为了看这个手机，我可能不要去教会好了啦，然后就这样子。其实很多连国小现在我们组织学孩子人数也越来越少啊。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因为礼拜天爸爸妈妈去教会的时候，手机留下来，他就在那边玩手机，他就不要去教会。其实这个都是世界带来的，就像当年的那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拜偶像，我们这一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就是世界的风俗。你要神的心意是，你要做到这个2点，你要这样做到，你才可以拿到前面的应许。应许就是你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你可以成为老鹰，不是鸡。所以今天我们就在想说，这个经文也很长在申命记第6章的18到20节，你回去可以自己看其实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利未记那一篇跟这个是有点像。好，那这一段经文呢，它主要是在说什么呢？其实刚才那一段经文。其实是上一代对下一代，上一代跟下一代他们的对话，在这个里面他有提到，对不对？申命记第6章的18节里面，好，18节里面呢，好，我们一起念第20节，我们一起念第20节，来，预备，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当你的孩子问你，你说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那这律例典章是什么呢？他后面就有讲了嘛，这个回去，因为这不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嘛，所以你们就回去可以自己看。你有没有办法，就是我可以把神的律例典章，神要我们做什么，神不要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的孩子。其实你要把神的话语告诉你的孩子，是越小的时候你告诉他，他越能够接受。孩子越大，他到了国小5、6年级，到了国中，你要把圣经的话语告诉他的时候呢，他只会跟你讲，因为他开始有想法了，对不对？他开始有想法，他会告诉你说，我同学又不是这样讲，我老师又不是这样讲，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当孩子越小，你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他越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是
以色列百姓他们上一代对下一代的一个对话。那今天仍然我们可以带到我们现在的家庭，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对我们的孙子女们，我们仍然可以用这个告诉他们，当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孩子的里面的时候，这个孩子呢，就像刚才那个爷爷一样，他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是把这个话语呢、能力呢放到他孩子里面，让这个爷爷呢，他即使到就是在他成长过程，他里面心里的能力是足够的，是足够的所以呢，今天我要用这个经文，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再看然后呢，那我们就说，那现在我应该要怎么样来陪伴我的孩子？在这个社会这么乱的时候，然后疫情这么严重，可能有的人会想说好像物资是不是会不够啊？以后我的孩子们、我的孙子女们要吃什么然后空气好像越来越不好，然后我们还担心的就说，大陆会不会趁这个时候打过来很多很多的担心，对不对？但是呢，我这一些的担心，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握。大陆要打过来，你有办法去抵挡吗？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我让我的孩子，我让我的下一代心理的能力是足够的。这个能力是哪里呢？就是神，他会相信他有一个保护者，他有一个保护者。然后我从这段经文我就不念了在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35节，回去你们再念这是保罗里面记载的是保罗他离开了这个他就是带着年轻人提摩太他们到处去传福音的时候呢这里他就有讲到，就是说保罗他给这些年轻人的风范也就是说，我们做爸爸妈妈，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风范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我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在家庭我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特别是爸爸的影响力。因为这个孩子呢，他看到他的爸爸是怎么样，他就可以想到我天上的爸爸，他就是这样。如果今天这个地上的爸爸呢，每天骂我，每天打我，然后我来教会的时候，主日学老师告诉我说，天上的爸爸呢，就像你的爸爸一样，他好爱你做什么？他想一想，地上的爸爸哪里有这样对我？所以他也没办法想象天上的爸爸是那样子。所以我们是很重要的。就像刚才影片中的这个爷爷，他小的时候，你看他是被人家笑，不会打球，不会打，甚至于在那个洋基队里面，到最后一次最关键的那一球，对不对？但是他是想到他的爸爸不断的在鼓励他，所以这个爷爷呢，他心理的能力是足够的。所以到后来他看到那个老鹰的时候，他觉得这老鹰你不能在这里，应该要飞所以从使徒行传第20章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有一个很好的风范，就是怎么样真理，他把真理告诉他，随时教导跟随他的这些年轻人真理神的话他不断的告诉他们。再来呢，榜样，他在第35节后面那边他就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然后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他就是做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再来呢，他花时间陪伴他们，他带着他们去哪里。所以今天呢，我就用这个3点呢来跟大家讲说，我应该怎么样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感觉我没有办法掌握我孩子的时候呢我要怎么样超前部署，我要怎么样为他们先预备一下我就从这个3点好，第一个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神的话。好，我很感谢神。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你们也有那个填充题，要写填充题，其实写那个很好哎，写那个很好。其实我之前在教会带陪读班的时候，孩子们放学到教会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让他们读诗篇，读箴言，有2本嘛，诗篇1本，箴言1本，他们来，我就每一天先带他们读，不管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孩子，先去读，先把神的话语放在他们里面，然后安静了之后，我们开始才写作业。诗篇跟箴言很好，我们也可以从小陪孩子写，甚至于呢抄嘛，也有啊，有可以抄写的那个诗篇跟箴言，有1本可以抄写。而我们教会现在呢也在抄写，也在抄写，但是写的部分我发现到，因为我是教育组的，我发现到我们教会在写的几乎都是长辈，然后每次他写完，他告诉你他1个礼拜他就把创世纪写完嘞，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的字不好，师母不好意思，我的字不好看，那你不要笑哈。我说不会啦，我说你能够这么快就把1个礼拜创世纪就写完呢。所以呢，神的话语你在抄写当中，你读过之后，你再写，你再看再写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当你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孩子，当我遇到困难，我有问题的时候，神的话马上进来，这个话就成为一个力量，在你里面就是一个能力，就是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神的话放在孩子的心里。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长老，你们的师母也认识他爸爸妈妈呢，这个长老他叫感曼那他呢，他的爸爸妈妈是哑巴，他爸爸妈妈是哑巴，然后他都是奶奶带长大的。但是呢，因为有一场的车祸，我们梅花部落有7个人，就在那一场车祸，他们是做园艺，在高速公路做园艺的，所以车上呢很多有锄头啊、镰刀啊、砍草机啊，什么都有，他们都坐在货车的后面。然后因为一场车祸，我们梅花呢死了7个人，因为撞的时候很多是被那个工具那这个长老呢，他家里就死了3个人，他的奶奶、他的爸爸、他的二伯，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他的家里是3具棺材。这个长老呢，因为他家里他还有弟弟妹妹，所以他读到国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去工作了。因为呢，他要怎么样？他要让弟弟妹妹读书嘛。妈妈也是哑巴然后他就去工作了，国中就去工作了。后来呢，就是我们到梅花教会之后，那我们就撮合嘛，他结婚了，然后呢，他的1对双胞胎儿子，他的还好，他也是因为有岳父带着，虽然没有爸爸，他岳父就是石磊教会那个没有耳朵的那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没有耳朵的，他的岳父呢，常常就是很正向的跟他讲，然后这个长老他以前呢，他都不太爱讲话，因为他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就是真的是抬不起头的那种人他就一直对他自己但是呢，结婚了之后在教会，然后呢，他就不断的追求之后，他现在是长老，他现在拿麦克风，有的时候我们抢不到麦克风了，他就很会讲话了。他的岳父到处去做见证，对不对？去基督之家，然后去哪里的时候去见证，他就带着他这个女婿，然后这个岳父做见证，后来他都要跳舞嘛，他就换衣服的时候，他直接会就讲说，好，我现在让我的女婿来那个分享，我去换衣服。他的女婿常常被他这样点。那我要讲的这个年轻长老呢，他虽然只是国中毕业，可是呢，他对他的2个孩子。他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每一天晚上一定要带着他们读经。然后这个孩子呢，慢慢长大，读国小的时候呢，有时候他要加班，9点才回来的时候，可是这2个孩子还是会等着爸爸回来，然后带着他们读经，然后早上很早，这个长老要起来的时候，他说我5点半
起来我要灵修的时候，呢，他的孩子起来，他的孩子在旁边就跟着他一起灵修这样。好，那现在是妈妈又在读但以理神学院嘛哈，所以早上呢很早，妈妈也都要跟人家一起那个在电话里面呢，他们也要灵修的时候，孩子都看到。那这2个孩子呢，从小你看这爸爸只是国中毕业，可是天天带他们读经。这个2个孩子读国小的时候，他也是读我以前那个服务的那个学校大学校。他去学校，他可以直接跟老师说什么呢？老师，我跟你讲哦，你要信耶稣哦，你不信耶稣你会下地狱哦。我明天给你看一个图哈。他就直接就是这样，然后就是他会直接就是因为他也从小就是那个外公也带着他去做见证，外公做见证的时候都会带着这2个孙。然后就跟外公一起跳那个撒旦听那支舞，有没有？就外公站中间，他们2个，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从小神的话语就在他们里面。然后现在国中2年级了，在教会都是很好的服侍者，所以他们全家在教会是一个真的是很有榜样的一个家庭哈。所以神的话语进入到孩子里面，真理进入到孩子里面呢，孩子就会怎么样？他知道说，我有一个保护者，虽然我功课没有很好，但是我有责任，我一定会把我自己未来我要做什么，我要交给神，因为神他已经掌管我的生命嘛，我有一个保护者。第2个呢，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女。好，拥有神儿女的身份，拥有神儿女，你只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就可以大大的告诉你说，我是自由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不自由，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做这个事情上帝一定会怎么样，然后就是常常会有心里会这样。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辈我们开始一直大量读经的时候，他就说，我越读，我觉得我越害怕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会害怕？你读神的话语应该是平安在你里面呢。没有，我以前可能做不好或做什么，因为你那个是什么？一直在替自己定罪。其实神的儿女，你就要想到说，我爸爸是怎么看我的？我做错事情，我只要到他面前，我承认我的罪过，我爸爸就会原谅我。我也不用担心了。我爸爸他有好多的钱他有好多的财富，他都会给我我的爸爸是丰富的，因为我们的神耶稣来到世上，他说什么呢？我要赐给你是丰盛的生命，不是这样自卑焦虑恐惧不是所以孩子从小你把话语放在他的里面，他就确认他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自由的，神的儿女是自由的，因为我知道我要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什么事情我不要做，所以呢，我就会怎么样？我里面就是很自由的。然后再来呢，我也明白神的旨意。耶稣有一个好大的对普世的旨意，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要传福音。我也知道我个人的旨意，我个人的旨意呢，他就是要我行善，要我行善，要做正确的事情，不要做不对的事情。他明白。然后再来呢，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世代当中，他会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不要跟人家比他的衣服都是名牌的，他的鞋子是怎么样，他读书怎么样，他都去学什么这样。我刚讲的那个双胞胎，那2个双胞胎，他们没有花钱去学乐器，然后他们呢，就星期六的时候呢，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泰雅学堂。如果你报纸上也常登，他们常出国表演。泰雅学堂，他们2个很乖，从直笛、唱歌、吉他、小提琴木琴，原住泰雅族的木琴，他们学会的都是在泰雅学堂学习的，连小提琴也一样。所以在我们教会现在，司琴、打鼓，他们都在服侍主领敬拜也可以。这些国2的小孩子，都是在泰雅学堂学习，爸爸妈妈都没有花钱让他们去学这些乐器。这就是一个祝福。他也知道，就是说我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这些价值观。这是真理的部分。第2个呢是榜样。
榜样真的很重要。其实孩子很多时候你不用讲，你怎么做，他就跟着你这样做。我有一个1岁7个月的孙女是跟着我的。我有一天拿着那个湿纸巾，我在地上这样擦的时候，她也抽卫生纸在我旁边，她就问我说：“你在做什么？”因为现在在学讲话嘛，你在做什么？我说擦地啊，她就跟着在那边，然后就对着我就这样笑。其实我们做什么，我们不用讲，我们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就会跟着做。所以榜样很重要。所以我就说，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有一些，为什么他后来高中的时候就不来教会？那就是因为什么？我看到我的爸爸妈妈在教会是真的是好像真的，我们打样的话就说把赖。他说在教会呢，很把赖这样，可是回到家里不是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说那你去教会是这样你回家是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我去教会干嘛？那我回来还不是跟你一样？所以榜样很重要。那我刚讲的这个达曼长老呢，他从小他就告诉他孩子很小，他就会常跟他太太讲说，因为他太太有时候会那个爱睡觉嘛，他常跟他讲说榜样啊，孩子的榜样啊。所以他的太太常常跟他讲说，那个教官说榜样很重要，所以他每次都会榜样这榜样真的很重要，就是我们说的跟做的一定要是一致的。再来呢，就是我们说话的态度。我刚刚有讲嘛，就是那个女长老跟我们的青年，我们陪伴她这么多年，她就一句话，你已经无药可救了啦，这个人就怎么样，就离开教会。就离开教会，到现在还是很不乖。那为什么他受伤的就是这一点呢？你们教会都是好的人去的，不是我们去的其实不是嘛。耶稣说我来，我就是要来陪伴那一些人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一句话，所以说话的态度很重要。所以我今天在后面我比较我着重在这个鼓励跟赞美我们说话的态度好，这个箴言这一句话，我们一起念来。其实嘴巴讲话真的很重要，注意我们说话的态度好，这个呢，我们看一下好，我们都知道孩子我们需要鼓励他，可是呢，你想一想，在你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你常常在对孩子说什么话？你常常对孩子说什么？其实我每次看这个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我对我的孙女，其实我们也充满了这些第一个是什么？因为我看不到后面，这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批评，对不对？我们会不会批评我们的孩子？会。他又坏掉了。批评，还有呢，里面还有一个是斥责。还有威胁，其实我现在孙女也是一样我妹妹也是，因为我的孙女很喜欢我妹妹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跟孩子讲说，你再不听话，等一下警察来等一下警察来那我的孙女我会跟她讲说，村长来了，因为村长都会广播嘛村长来了其实这个就是这第二个是什么？威胁嘛我跟你讲，你再不听话，等一下不要买糖果给你吃，这是不是威胁？不是我跟你老师讲好，再来呢，斥责是不是我们常说的然后再来利诱再来羞辱他你同学都那么厉害，你怎么会这样常常羞辱孩子，鄙视他，跟那个看不起他，然后再来呢，讽刺他你看那个邻居的孩子你长得比他高大可是你跑步怎么跑最后一名这个我们常会这样说嘛好，再来控制是常常爸爸妈妈不知道你在控制小孩的时候，你还以为我前几天有一个妈妈，她去花莲带她的儿子去考慈济大学的那个护士。这个儿子就觉得说，现在儿子还会觉得说，妈妈你干嘛让我去考护理人员？为什么要去护士的读护
故事的，可是他妈妈就觉得说不行，这个现在这个是很夯的，男生很少有故事，所以你去考这个，儿子乖乖的去考，考到的时候，所以最近放榜，妈妈就很高兴哦，哎，我的孩子哦考到了，就我问儿子之后，儿子就说，我妈妈真的是，我根本就不想去读那个，我真的很想去读那个警察的，他怎么给我去读这个？可是妈妈就觉得说，他这个妈妈也知道说，我为他好，因为呢这个是未来都很好的行业，所以他就让他去读。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控制孩子，包括孩子要吃什么，其实也都是我们在怎么样。不喜欢吃，你一定要吃啊，因为这个很好啊，对你很好哈。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好，那这个妈妈呢？啊，我们常常会对孩子说什么？除了刚才那一位，我们也常常对孩子说什么？好，我们一起念来。还有呢？有没有很熟悉？然后再来。好，还要更好。他已经做得很好，还要更好。对，有的时候哈，其实讲到这个，我一直很忍耐。其实我以前我自己在带我孩子的时候，我希望，因为我很忙嘛，我希望赶快做完的时候，我就宁愿不要让我孩子来帮我洗碗。为什么呢？洗了之后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最后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对不对？但是现在我的孙女的时候，我就放手让她做了，他们就拿着椅子。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是怎么样？一个碗他就放一点洗碗巾，然后一个碗他再放一点洗碗，就是这样洗的啊。3个孙女就这样洗碗，但是最后，我就叫他说，你还不要放到烘碗机里面哦，我要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要怎么样重洗嘛？因为我很少用洗碗巾啊，我用抹布洗干净，然后再洗就好了啊。但是我们放手让他们做，学习放手让他们做哈。好，再来。再来。好，当你常常跟孩子，你的孩子如果是你自己啦，每一次都被人家这样一直这样讲说，你会有很好的心情吗？不会嘛所以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常常讲这一些话的时候，这个孩子呢，他开始告诉他什么呢？怎么样？我不好。我不能，再来，我不敢，我不重要，我没人要，好，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就是讲这一些话，真的我们也很辛苦工作了哈，下班回来看到孩子这样做，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就会讲一些真的是很负面的话跟孩子讲，我自己也是这样。当5个孙女一起年纪差不多在我家的时候，我真的也是会很生气，对不对？因为衣橱的衣服他全部拿出来，然后呢，那个厨房的那个碗、抽屉的那个垃圾袋，他给你拉的长长的，你会不会生气？5个全部一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哈。因为我的都，那我们现在就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突然心血来潮，然后就把客厅整理好了，你下班的时候你下班回到家，一到家，哇，怎么客厅变得这么干净了？你会怎么对你孩子讲呢？长大了，很好，对不对？好，这个妈妈呢一进来呢，她就说什么？第一句是什么？你会对孩子讲什么？第一句是什么？你好棒，好厉害。这第2句呢？才乖，妈妈好。这才乖，妈妈好爱你。第3个呢？太阳从西边来了。好，再来。你比姐姐好多了。你比姐姐好多了。再来。这是不是我们常常讲的话？那个太阳从西边来，那我们就不要讲了，有点太那个，有点在讽刺他了哈。好，那你看，当妈妈
你讲不知道你是讲哪一句话，你自己知道嘛哈？如果你自己会讲哪一句话，你应该自己很清楚嘛，然后呢，你就看一下，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孩子会说什么？你的孩子的心里是在想什么？好，当妈妈这样讲的时候，妈妈讲什么？这才乖嘛，妈妈好爱你。这个孩子就会说什么？那如果我不扫客厅，你就不爱我吗？如果我不整理客厅，你就不爱我吗？他心里就会这样想，对不对？所以这个老师就要告诉你了。老师说什么？其实父母亲的这个爱是有条件的爱，你整理之后，我才说我好爱你。可是天父是这样吗？天父不是，他是无条件的爱哈。好，这是讲这一句话的。好，如果下一个呢？好，讲什么？你好棒哦，你好厉害！这是我们常常对孩子，包括我自己在教书的时候，我就说，哎，你好棒哦，你今天我就是你好棒哦。可是这个孩子会说什么？就是他会讲什么？你每次都这样讲，你好棒，我不敢做什么事情，你都说我好棒哦。但是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很具体的你就可以讲说，哇，你今天把客厅整理得这么干净，你好棒哦。他才觉得说我这么做，你才说我好棒不是说每一次都是有一点，他觉得说你是就随便这样你好棒哦好，你好棒哦就是这样讲好，再来第3句，你比姐姐好多了。这个孩子里面就有怎么样？我赢了我比姐姐好。那在兄弟姐妹当中，当有这个比较的时候，就不太好了。我之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很多双胞胎，对不对？那双胞胎他们几乎家长都不要给他在同一班，然后一个在我这边，弟弟在我这边，姐姐在另外一班。但是因为爸爸妈妈从小就是很关注弟弟当然弟弟功课好姐姐功课没有很好所以呢，每一次考试的时候这个弟弟就会说，老师我告诉你你看我考95分，你知道我姐姐考几分吗？她才考70几分呢。昨天回去被我爸爸骂，我姐姐好差劲就是都是会这样。兄弟姐妹之间，我们不要让他比较，包括我们大人，我们也不喜欢被人家比来比去，对不对？你就看重这个孩子的特质，我们不一定不要比较。所以你比姐姐好，这句话就不要讲了好，所以呢，这个是不要比较的。好，下一句话是什么？你做了这些事情那你下次你就顺便这边然后厨房的碗你也全部洗做什么这样？那这个孩子会怎么说？这个孩子就说那早知道我不要做，因为变成我做多了，什么事情最后都要我做都不要都要我做了。所以这个老师就说什么呢？其实他做一点，我们就赞美他这一点就好，不要期待太多其实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有一个小男生他家是很有钱的，他们家是大公司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呢独生子然后他从小呢就被爸爸要求很多。他在学校呢，老师要他演什么，他们要表演什么的时候，他当然都是演王子回来就很高兴跟爸爸说：“爸爸，你知道吗？我这一次我要演王子他爸爸只有眼睛看他一眼就说：“书不好好读，演什么王子？不要去跟他们演那些，你就读书就好了。”好，从小他就是被这样的。然后呢，后来呢，他学了就是体育球类竞赛然后他10岁的时候呢，他说我第一次呢拿了这个冠军，拿了那个奖状，他好高兴
然后妈妈也很高兴，就请同学到她家。她说那时候我记得妈妈就买了2层蛋糕，请同学到我家这样，拿着奖状。可是当她拿着奖状呢，她就是一直期待爸爸为什么还没下班呢？她这个奖状她就是要给爸爸看。但是爸爸一直没有回来，他都不想睡，他就在客厅呢躺着等爸爸回来。9点多爸爸来的时候呢，他就跟着爸爸的屁股，爸爸直接往2楼，对不对？他直接就去拉爸爸的衣服，说：“爸爸，你看我这一张奖状，我冠军呢！”这样，爸爸就那很好啊，好了，去睡觉了，明天还要上学，就是这样冷冷的。结果这个孩子，他说他10岁的时候，他就问爸爸一句话说：“爸爸，那请问一下，什么时候我是你的骄傲？”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有这个，因为他功课也不错，长得也不错，什么时候你会以我这个孩子为荣？你什么时候为我感到骄傲？他就问他说：“爸爸，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你的骄傲？”爸爸也没回答，就上去了。可原来这个孩子呢，就一直在等着这个答案，一直等这个答案，一直到这个爸爸过世了之后，还不是这个孩子听到这个已经20几岁了。他说这个20几岁了，爸爸死掉的时候就很难过嘛。结果是他的朋友去医院看他爸爸的时候，他的爸爸一直昏迷当中，以为那是他嘛，就抓着他的手就说：“我现在要回答你一个问题。”什么无时无刻。他的朋友就觉得说，为什么他要回答他一个问题？所以他爸爸过世，他才跟这个他的朋友讲说，我有一次去医院看你爸爸，他已经昏迷当中，他一直抓着我的手，叫着你的名字，然后就说我要回答你一个问题，无时无刻，就等于就说什么时候我都是以你为骄傲，但是他没有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孩子就哭的就说。我等这个答案等了10几年了，我等他的答案，等他的回答10几年了。他就是活在这里，活在这个就是一直要做很好这样。所以呢，我们不要吝啬去赞美我们的孩子。好，这是说话的艺术榜样，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是花时间，其实陪伴孩子，比你让他去学任何才艺最重要的。今天你陪伴你的孩子，我让他去学什么，他感受不到你的爱。可是今天如果你陪他，你跟他讲一句话，5分钟也好，我下班回来我再忙，我陪他，我陪伴我的孩子，会让你的孩子有什么呢？有3感。第一个有安全感。其实包括我们大人，我们都需要安全感，安全感，特别是做太太的，下一次我们是要讲夫妻的，对不对？做太太的，最希望的是先生能够给我安全感。那孩子呢，他也需要爸爸妈妈的安全感，孩子的让这个你知道孩子他现在需要什么，这个孩子就有什么样安全感，有安全感。那你可以常常抱他，常常抱你的孩子，紧紧的这样抱着他，到他长大了，他还是要让你抱。我的2个女儿真的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都已经读大学了回来第一件事情，他们一定要去抱爸爸。有时候爸爸是躺在床上生病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们回来第一件事情也是要去抱着爸爸这样。有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么大的一个女生在爸爸旁边，可他们就是很自然，因为从小呢就很喜欢跟爸爸抱抱，所以呢他们就会去抱着爸爸这样。那孩子被抱，他很有安全感。再来呢，第2个是支持感。支持感就是不管孩子，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影片，这个爸爸呢，不管他的孩子遇到什么挫折，他永远就是支持他的孩子。支持他的孩子，孩子才有前进的力量。然后最后一个是归属感。当这个孩子，为什么孩子要离开家？那是因为什么？他在这个家呢，你就一直在念，你一直在讲，一直在骂我，说我不好，我做什么？我还要回来吗？我曾经问一个，也是在我们教会，他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读国中，他现在准备要读高中。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你高中你希望读哪一个学校啊？她竟然回答我，因为她是很乖巧的女生，她竟然回答我说离家越远越好。她就想去台北，为什么呢？来到台北，她可以住校啊，就可以不用回家啊。可是妈妈就希望说，你就在新竹，你一样可以来回，我们可以接送你。可是她的想法是，当然不敢跟爸妈讲，可是跟我们讲，她就说离家越远越好。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妈妈一直念，要求太多，让这个孩子呢怎么样？没有归属感。如果今天这个孩子你的爱很够的话呢，他就会怎么样呢？我外面即使我受到什么，我最想的就是回到家，因为回到家有爸爸妈妈安慰我，有爸爸妈妈抱我，我很难过，我可以抱着爸爸妈妈哭，让孩子有归属感。我是有一个家，我的家是我的避风港，让孩子是这样子。如果你一直骂他的时候，其实他真的不会进步你反而是怎么样，把他推得越推越远，越推越远。这是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就是他给年轻人的风范，他从真理把神的话语放在孩子里面，然后他榜样，他就是我怎么做，他们就跟我学。再来，他也愿意花陪伴这些年轻人，陪伴带着他们。那从这个3点呢，我们就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来陪伴我们的下一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这个律律典章都要告诉他们，神要我们做什么。那当然最重要，这个宝都在这边，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读神的话语，然后呢，叫小孩子也跟着我们一起，我们教导他们，就是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让神的话语成为他们怎么样路上的光就是让他们不要走偏离的道路，这样。好，那最后呢，我不管去哪里做演讲的时候，我都会做这个，用这个果树，用果树，因为山区的人几乎都在种果树嘛，那如果你没有种果树的人，你就去揣摩一下，我退休了之后，我今年开始我就学你们的师母师母呢种菜，我还可以吃到她种的菜然后呢，我今年开始我就立志，我就说我要做农夫，所以我今年呢开始也去种一些果树，种一些果树，种樱花这样。好，这个我们种这个果树，如果哪一天你看到你种的这个果树这个叶子慢慢干了，这个果子根本就长不起来嘛。当你看到你的果树是这样的时候，你想它哪里出了问题？哪里出问题？叶子吗？根部。有人说根部，对，是根坏掉了。如果你说是它长不好，那就果子先弄掉嘛，明年就让它长。可是这个它会越来越干到没有根部。所以我从这里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这个今天你看到你的孩子可能20-30岁了，其实现在自杀率最高的不是学生是青壮年，刚刚进入职场的那些青壮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自杀率最高的，为什么呢？他们挫折容忍度太低了。我去工作，我遇到一些不如意，我就选择怎么样？选择就是自杀这样。那你现在如果你家里你有10几岁青少年的孩子为什么都讲不听？我很爱你你要了什么我都给你了。然后呢，可是你现在看到的，在我们部落里面也很多酗酒的，年轻人都不工作，喝酒的，为什么他会这样？你不能只说这个孩子就是现在就是很坏。可是如果你回到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哪里曾经受伤？2年前我们教会曾经做一个往日幼童的这个教导，就是医治释放，为这个你的过去，它有一系列的课程，就是把你的过去，你从小你有受到什么伤害，求神来光照。然后就针对这个伤害呢，我们就做了一些的医治。有的在孤儿院长大的，那个真的不好带。为什么呢？它里面真的是充满好多的恨。
所以呢，如果小时候我曾经对我的孩子有什么什么的伤害，其实我们只要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什么？我说啊，过去真的爸爸妈妈都不懂哎，所以我曾经可能跟你讲的什么话，你要原谅爸爸妈妈，然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很好的和解。其实有的时候面子，我们爸爸妈妈很看重面子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事情，我们也跟他讲，我们真的做错事情了，因为你那个时候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我那时候才会说了那句话，求神赦免我们。所以这个根部很重要，就是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孩子在成长当中，你有没有在他小的时候把你的爱，更多的浇灌在他里面？就像一棵树，它要慢慢长大，它一定要有什么阳光啊，要水啊，空气啊。那我们的鼓励就是孩子成长最好的这个元素然后他就会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当有的时候这个树长得不好的时候，或太多，我们要剪枝，对不对？我们要去修剪。如果它的根部很稳的话，你剪掉几根不会影响它，不会影响它，因为你根部很稳嘛。如果你的根部是在那边摇摇晃晃，你可能这一剪那不小心剪了之后，那你就可能把它拉断掉了所以只要根部很稳的话，孩子的你给的爱很多你的鼓励很多，赞美很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在这样充满爱的环境当中长大，你有的时候你要修剪的时候不会影响他，反而会让他长得更好，果实会更大果实会更大那有时候果实要套袋，对不对？苹果啊，那个水蜜桃啊，现在枇杷也要套袋，芭乐也要套袋那我会跟爸爸妈妈讲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还是会犯错啊。我充满了爱，他还是会犯错。犯错的时候呢，我们就帮他怎么样？不要在那么多人面前呢，就怎么样，直接的去骂他。先让他包装一下，回家我再告诉他，你今天在教会的时候，你做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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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要给他一点面子，给他一点面子。好，最后呢，我用这一句话来做结束。好，这个字看不到没关系，我们一起念来。教导孩子当走的道路，就是教导他不走偏离的道路。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这个神的话语在它里面，它就有一个什么依据，很好的依据。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观，他就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事，我不可以做什么事。感谢主，在今天在这么长的，或许你可能有的我讲的太快或做什么那我可能没有吸收到。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就是我曾经，或许我对我的孩子，可能有一些是错待他的，或是该给他的爱我给的不够，或者是我的孩子曾经因为做什么，我打他打得很凶，让这个孩子呢现在呢不再回来或做什么的然后呢，第二个是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过去我可能没有在神的话语去教导我的孩子，今天我愿意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的孩子或我的孙子女们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祷告我们跟神感恩，我们也在神面前呢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家庭都交给神，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透过今天的教导，主是的主耶稣，我们孩子在还小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真的是要用你的话语来教导他们，让他们在主你的话语当中，让他们心里的能力真的是能够茁壮。主啊，我们真的是透过主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确认主耶稣，我们的身份是你的儿女，我们是老鹰，我们不是鸡。
主啊，我们可以飞得更高，我们可以看得更远。主啊，因为我们真的是知道，主耶稣，你一直都在保护着我们。主啊，在这个时候，孩子也要特别为自己过去，或许对孩子说出了一些真的是你所不喜欢听的话语，或是让孩子受伤。主啊，求主你赦免孩子的罪过，也让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孙女们，主耶稣真的是充满主你的爱，主啊，神你的爱能够保护着他们。主耶稣，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家庭。主，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可以做美好见证的家庭。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第二个，我们继续为现在的这个疫情来祷告。我们的神他是连风雨都可以止住的哦。那我们也为着这次的这个瘟疫，我们持续的来祷告，求神来保守，他要赐下他的火焰，让这些病菌都真的是能够被烧掉。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疫情来祷告。好，我们请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耶稣，我们知道全球的现在全球都在这个瘟疫的肆虐当中。哦，主啊，是的，主，我们相信主耶稣，这都有主你自己的心意。但是主，我们真的是要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恩典。主啊，是的，主耶稣，让那些现在被瘟疫所感染的人，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医治。我们相信你是我们医治的神。主啊，我们也特别为着主啊，我们人心惶惶的在这个时候，主啊，求主你将你的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你是我们的保护者。主，我们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说，主你是赐平安、赐安慰我们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现在所担心的每一件事情，主你来坚固我们的心。主，我们相信主你是保护我们的，我们愿意来到主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要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祷告奉主圣名祈求，阿门。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透过这一段时间，主啊，我们想到主，只有你的话语，主啊，你的律例典章，当我们谨守的时候，主，我们的心灵就有能力。我们面对现在的疫情，我们面对现在很多心灵的疾病，主啊，我们不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阿爸天父在保护着我们，你的天使天君视为安营在我们的旁边。主啊，谢谢你，主耶稣，也保守我们，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主，我们常常呼求主，你赐下主你属天来的智慧，你赐下你属天来的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家庭进入到主你丰盛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主耶稣，你曾应许我们要进入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你也应许我们，真的是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主，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必成就在我们个人，也成就在我们的家庭，也成就在樟树教会。我们谢谢你，主耶稣，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做一个贡献，把大家第8个音乐贡献品是。
Mitulungan kita. Kita tahu mana bikin kekaryan lain. Wow, penikapan yang akan isu. Itu lain. Apa nak? Wow, kita tak tulung kami kini kaya akan isu tentang dapat kira gawai kami. Saya nasuh ada mesin sehuni yang ini. Apa ni ini muyus namo? Ay namo. Apa si mana iting iwawa? Iting ikatin rumah san sa rumah. Wamaw maduduhan ma. Ano ma? Ang iraku ay mulot sa atan niya ako mai. Bilang tukun itubun miso. Rakab. Wamaw. Ay jalan kami. Pagingin kami, yang ay berusuk, ini kira nggak terjadi apa. Tangan ay kukicawin menyam bawa atas menyam. Dan masa ini tahu sekolah. Makana kami itu lalu makan menyam. Ini teka kami pirang atau mak. Ini sekarang panak menyam. Pagkakali tinuyos, kami ciaw itu awak niya kawawa. Tanga, ay ta, tanga sa itini, kataasan, kitungan sa dinahama. Kasi ni Yesus, misalnya, ay kaya sa Yesus naman. Sisi niya ang gusto tawama. Nanay, naridin at ang miso, kunin ka, kasi para itini, kami na sa talo, lumana niya. Nakalutaan sa tawama. Ni orang yang ini asal dekat dalam rumah itu atau main menaikkan miso, turun miso ke rumah itu isinya itu kata awam, ajaran kami, makhluk kami dikasih sama awam, tapi tu kini tu nopo orang usah dekat dalam rumah miso, sampai rumah, sisi ni hanya kata kini usah dekat. Dan ketatudo pagkani ang mga kutini natabanan ng namin Yesus. Diyos Kristo ang tulong. Amen.颂荣，我丢你的332首。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家人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你刚刚。给那个补充报告的团体吗？好吧，嗨，对了，这个工作上面。大家平安。我兄弟들어간다. 이만 보세요. 해서 수많은 나는 소송이나 배우시. 내가노 이셨어. 好挨的。好不好？我们再请赖师母站立，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再一次的献上感谢。我们用掌声。